没，他这个学啥说啊？现在就强把那，所以说现在就不如那强把那掉的，把那个干去没把涨切掉的，团队叫的不是加油多啊，工作力加爽赢吧？对下一位年龄在那讲过了，就用爽啊，干不对，没干了票我冲爽啊，我说明啊，通过了吧？团队对干不行，就修把哈连那个多啊，修开心不学也有动作钱的，开心不学那一抢的陪人这个多啊，一个提醒是吧？你们还是姑娘这个是吧？你中间是军的训练这个是吧？他大家的，个人的男的，没怎么说个钱得要的，那可以让俺拿着民族养拿钱，他个在也是不去加个加一个，这个多啊。哦，这个出去谁当然那个天幕讲的，看这破那个雷人那么哇，我打不基本了什么当个月呢？我打什么当个谢学是吧？要的不就没人呢？我就票不得靠累的，你妈人的地里来看的钱送。可能抢把那个了，我呢，他什么的呢？我呢，他还那个什么钱没都是贴是吧？工作谁叫没拿俺的，你在看出那个有大，俺这个没，他这个学啥说啊？现在就抢把那，所以说现在就不如那抢把拿掉的，把那个干去没把涨切掉的，团队叫的不是加油多啊，工作力加爽赢吧？对下一位年龄在那讲过了，就用爽啊，对对，没干了票我冲爽啊，我说明啊，通过了吧？团队对干不行，就修把哈连那个多啊，修开心不学也有动作钱的，开心不学那一抢的陪人这个多啊，一个提醒是吧？你们还是姑娘这个是吧？你中间是军的训练这个是吧？他大家个人的男的，没怎么说个钱得要的，那可以让俺拿着民族养拿钱，他个在也是不去加个加一个，这个多。